แรกค่ะอันนี้วันที่2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บ่ายวันนี้ก็จะมีไปไหว้พระวัดใช่ได้แดงใช่ไหมคะ ใช่นี่คือถึงแล้วนี่คือวังดอกบัว喺香港做咗10幾年導遊嘅泰國人 Jack 呢日一早帶團嚟到大坑蓮花宮。พร้อมกันนะครับพร้อมกันนะ16ชั้นฟ้า佢帶嘅係3日2夜拜神團，專門為泰國遊客而設。單係呢日就會去5間廟。我教佢拜神點樣揸住個香啦，點樣點個蠟燭啊，同埋我會話俾佢聽話呢個係靠乜嘢，呢個係靠乜嘢，呢個係咩佛，呢個係咩佛咁樣咯，所以佢哋嘛開心啲咁樣咯，即係驚擺錯啊。千歲門，คำว่า千歲門คืออะไร佢哋第2站趕到淺水灣天后廟，同場有3到4個旅行團都係泰國人。ให้ดวงชะตาชีวิต Jack 做嘢嘅旅行社留意到近年客人對拜神需求增加，開始開辦專門拜神嘅旅行團，有行程更加會去12間廟。3月紅磡觀音廟開庫當日，旅行社更加出動11架旅遊巴接待泰國遊客，凌晨開始排隊借庫。香港本身個地方就比較啲廟就比較集中少少，咁所以對比起如果喺泰國嘅話，可能佢哋由一個廟去另一個廟需要3個小時左右，咁但係香港你可能係講緊15-20分鐘路程，咁變相地佢哋都會好願意去飛過嚟香港，就係為咗參拜唔同嘅寺廟。根據旅發局數字，今年頭4個月有超過22萬泰國旅客訪港，比舊年同期升1成2。อันศักดิ์สิทธิ์ที่ประดิษฐาน呢日拜神團部分旅客都唔係第一次嚟香港。黃元輝話：佢哋會定期返香港還神，係好穩定嘅回頭客。我絕對會係好事啦，係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其實客人嚟香港嘅時候唔淨止係嚟一次啊嘛，我哋都希望佢哋翻到嚟之後，覺得咦有幫助嘅，或者覺得好玩嘅，咁可以再過嚟，或者帶多啲朋友過嚟，咁亦都幫助到香港嘅經濟。客人有可能佢會拜完神之後啦，佢會去附近嘅鋪頭去消費，咁呢一種嘅消費都比較直接落到去社區。全港有大約1000間中式廟宇，當中24間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直轄管理。鴨脷洲洪聖古廟係其中一間。呢度2014年被列為法定古蹟，華人廟宇委員會話唔少遊客參拜之後，仲會喺區內深度遊。遊客嚟到呢度，咁我相信除咗係參拜之外啦，其實佢都可以順便喺度觀光啊、旅遊啊或者消費啦嚇。咁亦都可以即係幫襯一啲食肆啊，幫襯一啲商店買一啲特色嘅產品啦。我哋有好好嘅熟食中心啊，咁佢哋可以享用一餐啦，一啲海鮮嘅食品啦嚇。咁亦都可以喺附近嘅街道裏邊嚇買翻一啲本區嘅特色嘅食品或者產品啦嚇。咁我相信呢度都係帶動到呢區嘅消費啦。為咗吸引更多訪客，佢哋近年都有新嘗試，推出周邊商品同明信片，鼓勵善信去唔同廟宇吸引打卡。呢個蓋印裏邊咧，都係呢個廟宇嘅主神啊，咁亦都希望啦，佢將呢個祝福啦帶翻去俾自己啦，或者帶翻去俾佢嘅朋友咯嚇。咁同埋就呢個明信片咧，我哋都係安排咗喺我哋6間法定古蹟嘅廟宇裏邊嚇。咁亦都鼓勵啦一啲即係善信啦，佢哋可以去齊晒我哋6間嘅廟宇咯。有啲紀念品咧，佢哋可以帶走嚇，譬如話係一啲鎖匙扣啊，或者係一啲雪櫃貼啦。而家本港有大約200幾間廟宇、教堂、清真寺等係法定古蹟或獲評級嘅歷史建築。黃光耀話：要俾遊客理解背後嘅歷史文化，廟宇都要花心機。尤其是我哋法定古蹟嗰啲廟啦嚇，其實歷史都好多都超過200年嘅。有啲遊客都忽略咗啦，個建築嘅特色其實都係反映翻嗰個文化背景啦。咁我相信喺語言上咧，我哋都要做一個相對嘅配合啦。每間廟宇裏邊咧，我哋好多展板啦嚇、標語啦嚇、唔同嘅語言啦，等佢哋了解到呢個廟宇嗰個背景啦嚇、一啲資料啦，同埋點樣去拜神啦。唔少香港人到訪日本嘅時候，都會將參訪